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中的大甲妈4月初5深夜要开始绕境了。为着绕境顺利，台中的警方大扫乌、掠毒、掠枪，逮捕到31个人，其中有德联邦背景的39岁姓柯的嫌犯，牵涉到暴力讨销，互砍起来，也佫有诈骗集团。 假投资真骗钱，大批的警员攻入去机房，甲集团的成员压制逮捕。警察冲入诈骗机房，集团的成员未获欢迎，互警察压伫涂骹。手打开，手打开，好，大家手打开。主嫌是32岁姓黄的嫌犯，诈骗集团总共10个人，拢总红掠。 因成立人头公司来洗钱，用假投资骗被害人转销，再个用虚拟货币来藏不法的钱财。台中警方大扫乌，先破诈骗集团，再个掠暴力集团。这地碰意是德联邦39岁姓柯的嫌犯，一款466包毒品的咖啡包红敲出来，加随便压嘴。来闭嘴，进来闭嘴。 台中警方主办扫乌的专案，就是为着将要登场大甲妈祖绕境的活动。为确保绕境活动顺利进行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其前针对欲前往接驾的20组公庙正头团体强力约制告诫。欢乐妈祖绕境专台各地人头小甲，可能会出现冲突。台中警方就先扫乌、掠枪掠毒。 查到4件治病专案目标，两件违反枪炮弹药管制，希望会当减少暴力事件发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